歡迎返到嚟轉台快 5G Plan HK 嘅 YouTube Channel。今集我哋為大家介紹最新 5G 同 4.5G 月費計劃嘅優惠報價。咁有興趣想轉台嘅話，就記得睇埋落去啦。今集所有報價資訊只供參考，一切以轉台快同電信商最新報價優惠為準。首先有 5G 上台計劃，優惠月費低至每個月100蚊有找。第一間電信商係 CSL， 報價之前提你 ，SSL 同1010新上台客戶會送 Perplexity Pro AI 會籍1年㗎。首先介紹 CSL 嘅 5G 個人月費嘅話，呢度提供咗5個報價，優惠月費由118蚊去到168蚊，而數據用量就涵蓋20G 至到120G，咁大家可以按照翻你用量啦，選擇翻合適嘅月費計劃。而所有計劃啦，當超出用量之後，仲會跟翻1Mbps 限速無限上網服務。除此之外，118蚊、138蚊同埋168蚊3款月費計劃，仲會送翻內地同埋澳門嘅漫遊數據。而138蚊同埋168蚊兩個計劃啦，仲會每個月送翻100分鐘嘅 IDD 通話。如果想同屋企人分享翻數據用量，就可以考慮 CSL 嘅家庭月費嘅話，呢度就提供4個 plan 俾大家選擇，由288蚊去到468蚊，而 SIM 卡數量啦就涵蓋2張至到5張，而4個計劃全部都可以享用120G 嘅本地數據用量，當超出用量之後，仲會跟翻1Mbps 限速無限上網服務。除此之外啦，4個 plan 都會送翻3G 中港嘅數據用量，仲有100分鐘 IDD 通話同埋 ViuTV 會籍㗎。假如閣下係18歲至29歲，今日有個好消息想同你哋分享，因為 CSL 專為年輕人提供咗一系列優惠月費計劃，98蚊就30G 嘅 5G 數據用量，138蚊有60G，去到168蚊啊，仲玩到100G啊！咁所有 plan 啦都會跟翻1Mbps限速無限上網同埋中澳嘅數據用量。講完 CSL， 下間電信商當然係1010。如果閣下經常穿梭中港澳3地，就可以考慮翻1010嘅高用量漫遊數據計劃，就好似349蚊就包咗60G 本地數據用量，再加20G 內地同埋澳門嘅用量啦。459蚊就110G，再加40G 嘅漫遊數據，去到最貴659蚊啊，再180G 本地，再加60G 內地同埋澳門用量。下間電信商 SmarTone 數碼通，話說早前 SmarTone 推出全新 AI Connect 服務，幫大家喺唔使連接 VPN 嘅情況之下，就可以直接使用多款著名嘅國際 AI 服務，就好似 ChatGPT 同埋 Gemini 等等嘅。咁而家 SmarTone 啦，指定 5G 月費新上台客戶啊，仲可以免費使用㗎。跟住就有 SmarTone 5G 個人月費最新報價，提供3款優惠月費，最平只需149蚊就有20G 本地 5G 數據用量，再加1G 中澳漫遊數據。而179蚊同埋239蚊兩款月費，分別提供50G 同埋110G 本地數據用量，再加3G 中澳數據。當中239蚊月費啦，仲會成個合約期啊送15G 嘅亞太區漫遊數據，方便你哋旅行使用。除此之外，3款計劃啦都會跟翻1Mbps限速無限上網同埋無限本地通話分鐘。至於家庭 plan， 每月收費由344蚊至到659蚊，視乎數據用量同埋 SIM 卡數量而定，最多啦就可以拎到5張 SIM 卡，包咗150G 嘅數據用量。4款家庭 plan 係超出數據用量之後，都會跟翻1Mbps限速無限上網同埋3G 中澳漫遊數據。最後啦，佢仲會合約期之內啊送翻15G 嘅亞太區漫遊數據，以及1500蚊再加700蚊嘅現金券。最後 SmarTone 仲為大專生提供3個 5G 優惠月費，最平只需109蚊。咁有興趣啦，就可以 hold 住喺度慢慢睇，慢慢研究翻啦。接住嚟就3HK 5G 月費報價。
根據 3HK 最新報價，目前提供5款 5G 個人月費計劃，最平只需98蚊，就33GB 本地數據用量，再加4GB 中澳漫遊數據，可以話係近期好抵玩嘅選擇。如果而唔夠用嘅話，就可以考慮翻148蚊，有105GB 用量啦，又或者去到188蚊啊，有126GB 嘅數據用量。而當中139蚊、148蚊以及188蚊3款月費啊，仲會送翻免費嘅內地富豪服務。至於 5G 家庭月費計劃，收費根據數據用量同 SIM 卡數量兩大因素而定。第一套收費包咗每個月126GB 總數據用量，每個月費由268蚊至到507蚊；而第二套收費就包咗每個月160GB 總數據用量，收費308蚊至到548蚊。咁所有 plan 啦都會送翻3GB 中澳漫遊數據用量以及內地富豪。另外 3HK 仲提供一系列 5G 中港澳月費計劃，數據用量可以中港澳三地共用，最平只需138蚊啊，就有30GB 中港澳三地數據，去到最貴394蚊啦，就包咗一個月100GB 嘅中港澳數據用量。除此之外啦，所有月費計劃仲會送翻內地富豪服務，仲有中澳嘅漫遊通話分鐘，方便啦經常穿梭三地嘅朋友啦。最後 3HK 新推出咗全新 5G 亞太同全球嘅月費計劃啦，亞太 plan 就包咗44個地區，而全球 plan 啊仲去到222個地區啦，最平呢就只需158蚊起嘅，咁有需要啦就可以喺度慢慢研究翻啦。依家嚟到中國移動香港 CIMHK 嘅 5G 月費報價，首先介紹 CIMHK 5G 個人月費計劃，最平只需129蚊，就100GB 本地數據用量，179蚊就有200GB 數據用量，去到最貴379蚊啦，仲可以拎到300GB 嘅數據用量。咁3個月費計劃啦，都會送翻中澳嘅漫遊數據用量，而頭12個月啦，仲有額外嘅數據用量添。咁如果想增加副卡嘅話啦，179蚊同埋379蚊啦，就可以每張卡加40蚊，最多啦可以加到3張咁多嘅。對於經常往返內地嘅朋友，就可能需要更多內地數據用量，以及一卡兩號服務啦，仲有漫遊通話分鐘。而家介紹一卡兩地 plan 啦，就可能更加適合你啦。月費啦就159蚊至到379蚊啦，全部都會送一卡兩號服務。而數據用量就中港兩地共享嘅，由50GB至到200GB啦，而且全部都會送翻漫遊通話分鐘。但係當中兩個 plan 啦，去分鐘就只適用於內地同埋澳門打出嘅，換言之啦，接聽就需要另外再收錢啦。如果你嘅足跡覆蓋埋澳門 ，CIMHK 嘅 5G 中港澳 plan 就可能更加適合你啦。目前提供4款選擇，由178蚊至到479蚊，而數據用量就全部中港澳三地共享啦，30GB至到210GB，而當中479蚊 plan 啦，仲會送埋一卡兩號增值服務。除此之外，4個 plan 全部都會送翻內地嘅漫遊通話分鐘。至於中移動 5G 家庭月費嘅話，目前提供兩套選擇，每月收費376蚊起。第一套就包咗每個月180GB 本地數據用量，再加8GB 大灣區啊。而第二套呢，就係右手邊每個月有210GB 本地數據用量，再加12GB 大灣區。同 CSL 一樣，中移動同樣為18歲至29歲年青人提供專屬 5G 優惠月費，最平只需98蚊，就30GB 本地 5G 數據用量，再加3GB 大灣區數據。而所有月費啦，都會送翻嚟任用社交同娛樂數據組合。而當中138蚊同埋178蚊兩款月費，仲會額外送手機券，方便大家換新電話啦。好啦，剛才介紹咗4大電信商各種 5G 優惠月費，最尾啦就準備咗一個比較表，方便你哋參考啦。轉台快 5G Plan HK 係一個全方位電信報價平台，提供各大電信商嘅最新優惠報價，包括咗 5G 月費、4G 月費、上台出機、家居光纖寬頻，仲有家居 5G 寬頻同埋收費電視服務。網址係 www.5gplanhk.com。 第二部分 4.5G 優惠月費報價，第一間電信商就由 CSL。
講到 CSL 4.5G 月費報價，目前提供4款選擇，頭3個都係限速42 Mbps，只有最後158蚊先至係運行全速，即係不設任何固定嘅速度限制。咁頭2個 plan 呢，就包咗每個月20GB 嘅本地數據用量，唯一分別啦就在於有冇中澳嘅漫遊數據。第3個 plan 就由頭到尾都係限緊42 Mbps 嘅速度啊。咁最尾啦就158蚊啦，就行緊全速嘅無限上網以及2GB 嘅中澳漫遊數據。下間電信商 SmarTone 數碼通同 CSL 一樣，目前 SmarTone 提供4款 4.5G 月費計劃，同樣係3個限速42 Mbps，再加一個全速無限上網，最平只需79蚊就10GB 嘅本地數據用量。但係留心翻啦，爆咗 data 之後就跟翻 128K 限速無限上網，就要思考翻夠用定還是唔夠用啦。而去到99蚊啦，就15GB 嘅數據用量，再加2Mbps 限速無限上網。咁而去到最貴158蚊就全程係行緊全速嘅 4.5G 無限上網啦。3HK 嘅選擇就比較豐富，依家就一齊睇睇啦。先介紹4個限速42 Mbps 嘅上台 plan 啦，最平只需68蚊就有8GB 嘅數據用量，之後每加10蚊就可以升級你哋嘅用量，而當中78蚊同98蚊2個月費啊，仲會送翻中澳嘅漫遊數據用量。下一個好重要分別啦，就爆 data 之後限速無限上網嘅速度設定，78蚊同98蚊啦，就跟翻1Mbps 限速，而去到最貴98蚊啦，仲可以升級到2Mbps 限速噶。咁最尾全部 plan 啦，都會送翻3000分鐘本地通話。如果唔想受限速捆綁，就可以考慮翻呢3個全速上網 plan 啦。只不過啦，收費就每個月100蚊起啦。咁106蚊啦，就包咗10GB 中港澳3地共用數據，都可以話係坊間比較罕見嘅選擇。而去到118蚊啦，就可以享有30GB 嘅全速上網，168蚊就可以由頭到尾全速無限上網啦。咁同剛才限速 plan 一樣啦，全部都會跟翻3000分鐘本地通話。最後一間電信商中國移動香港 CIMHK， 首先介紹 CIMHK 4.5G 限速 plan， 目前提供4個選擇，但係留心翻第一個 plan 38蚊啦，係行緊21Mbps 嘅限速啦，而且只限儲值卡客戶轉台使用嘅。咁其餘 plan 啦就68蚊至到120蚊啦，數據用量就8GB啦，至到全程42Mbps 無限上網嘅。至於 4.5G 全速 plan， 現時提供2個選擇，88蚊就有8GB 嘅全速數據用量，去到最貴138蚊啦，就有60GB 全速數據用量，而2個 plan 啦，全部都會跟翻中澳嘅漫遊數據用量。今集分享大功告成，一次過為大家介紹晒最新 5G 同埋 4.5G 優惠月費。如果大家睇中咗心水好 plan 啦，就記得去翻轉台快 5G Plan HK 嘅網站啊，聯絡翻銷售員獲取最新優惠同埋贈品資訊嘅。咁最後啦，我哋就準備埋 4.5G 全速同埋限速計劃嘅懶人包，方便你哋參考啦。